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有的话，我们欢迎你。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备心，邀请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同坐席。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心我们的圣工。今天是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特别为儿童主日学事工代祷。10月6号长职改选的结果如下：下周主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于佑星举办圣经讲座。10月25到27举办培灵会，邀请林大卫牧师前来本会培灵讲道。11月9号上午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士师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每日读经的活动。教育馆之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至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这一文传道于10月11号喜获灵儿，取名郑之安，恭喜。张家能弟兄于9月30安息主怀，已于10月11举行告别礼拜。刘迷仁弟兄于10月13安息主怀，已于10月18举行告别礼拜。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好，接下来请翻开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同来朗诵我们今天的金句。金句在罗马书12章第2节，我念一次，弟兄姐妹跟着念2次。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接下来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预备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要颂扬你的慈爱和信实，因你使你的名和言语显为大。我呼求的日子，你应允我，使我壮胆，心里有能力。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为此，我们献上真诚的敬拜，并高举双手，
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在亲近你之前，照常的，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省思过去一个礼拜当中的所言所行，是否有不合你心意的思想、意念，还有作为？是否有骄傲及自大的地方？求圣灵光照，使我们谦卑、自我反省，并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洁净。你在经上记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必洗净我们的不义，在此刻得以与神和好。昨日的长职会长同工退休会完满结束，大家同心合一的到主的面前领受异象，一起规划教会未来的事工方向。各个部会团契对于明年度的事工方向、活动安排、训练计划都已经大致妥当。感谢主耶稣在当中掌权，使我们有美好的交流。我们也渐渐看到教育馆新建完成后，可以有更弹性的运用。对于教会的拓展及会友的灵命成长，真的是不亏负了主耶稣交付的任务。下个礼拜六接续有预算审核会议，我们立志每一笔的金钱运用，在主的面前都要清清楚楚，在事工的使用上尽力达到最大的效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良善的好管家。经上论到先知耶利米看着荒凉的耶路撒冷城，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这美好的工作。主啊，下周有林大卫牧师前来教会进行培灵讲道，他本身也是宣教士，为了主的国度努力奋战。求主也预备众弟兄姐妹的心，好好的领受启发，同时也坚定自己回应上主呼召的信念。完工后的教育馆也将成为士林地区的宣教基地。现在使用执照尚未取得，也还有许多的挑战及协调事项需要克服。恳求兄姐在祷告中持续的纪念此事，让我们用祷告来摇动上主大能的手，挪去一切的阻碍，保守工程的顺利与人员的平安，快快成就此事。主啊，求你也看顾我们当中身体欠安、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摆脱疼痛的辖制。另外，也引导弟兄姐妹们前方的道路，特别是在工作上遇到瓶颈，或是经济上遇到困难的肢体。同时，也祝福在家庭、工作、学业上有主耶稣的同在。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同心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有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因此，让我们现在拍掌，让我们大声来宣告：主啊，你必与我们同在。随着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挪开，大山为我挪开，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虽然道路崎岖，但是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虽然环境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能带我们胜过一切。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
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带。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拍掌来宣告，他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带。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海有路，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带。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让我们拍掌，让我们赞美，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主啊，你会与我们同在。在这时候，我们也安静在神面前，说：主啊，恳求你再次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查验何为你良善的旨意。我们向主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孩子，也是你手中的器皿。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请姐妹来唱《更新我心意》，请弟兄们来祷告。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请弟兄们来唱《更新我心意》，请姐妹们来祷告。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再一次说：主啊，你是我们的陶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
妹，我们这时候安静在主面前。当我们要恳求他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聆听他的话，我们必须要安静在他面前。因此，我们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安静，特别省察在我们的内心是否有各种不安与烦躁。我们恳求主，这时候他的灵、他的大灵来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摸索我们。主圣灵上帝，当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如同幔子卷起来，会渐渐的有许多的败坏，有许多的不法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横行。但是主，我们恳求你先来改变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像小孩子一样来依靠你。主啊，你也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使我们像光像盐一样，在暗处照耀，在明处发光。主啊，恳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说话的态度，改变我们与人的相处。特别求主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打拼的盼望。恳求主圣灵，主啊，你也使我们心中的失望被你的圣灵磨塑改变。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主啊，恳求你再次来更新我们，一起来唱。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当我们恳求主来改变我们的时候，主借着圣经上的话也跟我们说，天与天上的天上不足与你居住。主啊，你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主，你却也在心灵痛悔的谦卑的人当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因此我们在祷告当中再次欢迎主啊，在这个不配的一个地方，恳求主你降临，恳求你来造访我们。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主，我们欢迎你，主，欢迎你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归
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他，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更多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啊，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高举你，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你，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至高至圣的荣耀主，主啊，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并不是我们的歌声，或者是我们的动作，或者是我们的音乐能够欢迎你降临，而是主你愿意来拜访我们。主耶稣，我恳求你，照着你所应许的，主啊，你必使万国来谦卑，来屈膝，来敬拜你。主啊，你必使谦卑，没有承受地土，在贫穷当中的人，主啊，你必要使他们有亮光。主是的，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也怀着渴慕的心，说主啊，我们并不是来参加一个礼拜，来唱几首歌，来听一些道理，而是主啊，我们的心，主啊，要被你的话所刺透，我们的灵要被你的圣灵渐渐的翻转与改变。主啊，我们在教会外的生活，要因为在教堂、教会里面的生活而渐渐变得不一样。主，我们谢谢你，恳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就像你自己的模样一样。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兄弟姐妹，请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敬拜中间来亲近他，就好像我发觉很多的朋友、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唱卡拉 OK， 对不对？可是你没有那个氛围卡拉 OK 唱起来自己一个人在独唱，3、5个好朋友，10个8个，大家在一起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发觉那个互动变得很好。大概虽然看那个小小的一个 monitor， 或现在有好大的一个荧幕，但是一旦唱了歌心一开，你的意见、想法、看法就会跟你的朋友交谈。唱歌、赞美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今天也借着赞美，借着敬拜，主耶稣亲自在我们中间。
特别是在这个要紧的季节，我特别在我们的士林长老教会经历到一个10月、11月、12月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我们的教会在10月中都会有一个长执会长在一起的一个退休会，大家不只是在检讨过去，也在重新整合。因此呢，昨天我们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长执会长同工一起有这样的一个退休会 retreat， 好，暂时从礼拜堂离开，从教会服事离开，我们一起来反省检讨。第二个季节呢，我觉得感恩节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我们不只是一起来吃火鸡，不知道你看过那只火鸡没有？今年11月还会有，但是重点是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感恩节，我们一起来吃火鸡大餐哈，很多朋友他就愿意来哈，一起来。然后我们会有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做见证，我们安排4位、7位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见证，所以让你的朋友来，他不只是吃火鸡觉得不错，他还会听到生命的改变。为什么会改变？然后我们教会还有一个特别，当然是很多教会有很多事工，但是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特别在年中有一个祷告，12月31号，当我们回顾2019的时候，什么一帮逆故来念哈，我们才熟悉写2019要变成2020了，所以在12月31号，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中间，我们要经历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度，所以昨天我们长执会长一起有一个大家彼此的讨论，很多的对话，也介绍了新的同工，最年轻的一个同工少气的会长侃而谈，谈到他2020他们要准备做些什么事工15岁吧高一的伙伴，最年轻的，当然年长有我们的松年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从2014年到明年一个建堂建人的一个过程，领受的意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年、明年这个在转化更新的过程，年年接棒，不是把前面的人接给新的人，也要把昨天的我交棒给今天的我，把今天的我交棒给明天的我，自己本身要先做好这个交棒。如果你自己没有把今天的我交棒给明天，你明天的我还像今天的我还在旧的我的话，就可惜了。生命是动态的，不要因为动你就往老看那 aging 的过程，你多大年纪几岁，那加上 ing， 那其实生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把昨天的我今天接过来了，你如何把今天的我更成熟的交给明天的自己？生命是必须要这样的接棒，然后你会发觉战战升级。上帝给你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阶段，你会得到升级。生命就是这样在更新转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中间会见证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天父上帝是我生命的依靠。这是我们在整个经历到的一个过程。所以昨天的长执会长退休会再次领受意向，彼此分享意向，但是我们要形成共识，也在团契、在小组、在我们各事工部、在弟兄姐妹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策略活动展现出来。弟兄姐妹很多看到的是蓝色、浅蓝色这个部分，很多的事工在那个地方，但是前面经过很长的运作，到最后这个意象还要再连接回来。我们再继续看上帝的那幅图画，给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这幅图画更清晰。每个弟兄姐妹从信徒成为门徒，我们都听过，也看周报，知道过去这2年，去年跟今年，长执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下午，在这个地方1点到3点门徒训练。有人说，长老教会敢有咧做这长老教会拢做中级训练，教你安怎思会，教你安怎读圣经，教你讲是不是法规，教你讲，没有，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从最基本的师父做什么我做什么，他说什么话我做什么话。所以为什么每一天长执不只要抄金句，还要做灵修笔记？我不会检查，但是我让他们彼此分享，然后人家分享了灵修笔记，上帝这段话跟我讲什么了？
我借着这段话怎么跟上帝祷告？借着这段经文，到底上帝给我今天的生命处境中间，给我什么样的提醒？做这样的灵修笔记，你回过头来自己在看的时候，会看到你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信徒到门徒。我常常说，长执会长如果不能够先成为门徒，弟兄姐妹吼，咱就是来做礼拜啦，做信徒，我给你信都袂歹啊，对不吼？打礼拜我来做礼拜。我们期望我们的信徒也成为门徒。你在你的生活处境，在你的家，在你的工作场合，让人家看到你不只是你在做见证，你本身是见证。做见证就是我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愿意为我的理想，愿意我所信靠的上帝那个救恩做见证。但是有一天，当我不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说：“哎呀，这个是基督徒了，这个是上帝人。”那个意思就表示说，你成为见证了，你不是在见证另外一个人。我们会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说：“啊，牧师，那谁的见证好好哦，要不要请他来？哦，谁哪一个那讲员很好，要不要请他来？”我说：“你来吧，你来吧。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眺望你呢？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点火呢？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他屈膝在我们中间，他亲自本身来点火我们呐。我们彼此会看到很多见证，但是我最盼望的是在我们士林长老教会里面，我们有更多在做见证的过程，包括今年11的感恩见证餐会已经邀请了这几位要做见证的。有一天他们不再做见证了，但是你看到他们，看到你我每一个是见证，这样我们才可能转化影响到周遭，让人家看到这个地球上面那个盼望，有没有？有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地方有个盼望，这是一个更新转化过程非常重要的功课。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我们会背的经文，刚刚我们读过，我们再读一次背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生命中间有很多需要更新转化的，就像 U-turn， 你前面看到，告诉你不对了，你要赶快转弯，这个就是更新转化。我要让我们看看台语，特别是他在提到的，让我们不只是查验，同下卡迄两字吼，互恁为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善良，通欢喜。顺转的记忆，巴克里牧师所翻译的，他用明白查验，上帝的心意在我们中间，你会领受到很多的讯息。今天你一打开 Good TV， 你可以从早上，就像我们早上的敬拜大军开始哈，然后我们就习惯早上起床就把电视 Good TV 打开，然后一直到晚上，你会看到很多的讯息，空中主日学。真情部落格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美好。可是这些有没有让我被更新、被转化？每一天我们写进去，我碰到一个姐妹，礼拜六我说你礼拜六那还没用，她说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尤其现在约书亚记不好读，所以我每一天都读，然后看看这句不错就画下来。到了礼拜六再一起把金句抄。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就可以多看2次，因为我比方礼拜一把《约书亚记》第8章读了，读了没有进去，再读一次看看。哦，这句不错，就用铅笔就旁边把它画下来啊，不抄。如果2句不错就2节，然后他到礼拜六在一起写6节、7节啦，从上个礼拜天7节的金句在一起写。他就发现整个礼拜上帝跟我讲的话，跟每一天跟我讲的话不一样。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哈。我每一天都习惯在前一天晚上先把第2天的约书亚先把它看完，那睡觉的时候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今天给我讲这句吼，这段要讲啥？第2天早上5点多起来再确定金句送出来好分享。你怎么样去被上帝来给你更新转化？
很重要的是，借着每一天上帝的话，你才可以知道什么是他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否则的话，照我的感动，照我的立场，照我的经验，照我的主日学老师教的，我来看上帝的话，哇，那可能是一个新的功课。因此，我们在说更新转化的时候，常常就是提醒我们前面要改变了，前面要改变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参与第一堂的礼拜哈。你今天第一堂礼拜一开始这样，你习惯吗？一开始呢，嘉爵哥在这边邀请我们，然后关心圣工、祷告，看，你也感不感怪怪不？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对哈，改变一定会带来怪怪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已经好几年了哈，我们的敬拜团已经22年了，已经好，我来的这几年也碰过几次的那个同工告诉我，牧师啊。你每一次要分享信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又要重新开始？我刚开始听不懂。他说前面敬拜，看大家弟兄姐妹，连那个92岁的阿嬷都站起来哈，我们都会说啊，如果不方便就请坐着哈。可是我看他们还是会希望起来听听你们在唱什么，不一定说大家起来，然后敬拜完、祷告完坐下去以后，关心圣工，好像又荡下来了哈。然后等到信息读经，信息又要开始，发觉这个礼拜的程序，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让我们能够用祷告开始，用关心圣工开始，然后在敬拜中间，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开，上帝的话语亲自跟我们讲话。你可以不管许传道讲什么，但是上帝的话语，特别在周报里面那几句圣经金句，你回去再把它看一下，你当场再把它想一下。更新就是强调那个换新，这个字眼 renewing， 它必须要不断的换新。今天的你一定比昨天还新，可是有人跟我说没有啦，新不新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比昨天还老。这个就是不一样啊！你如何让你的老怎么样？我们的松联团契已经会背的 slogan 叫什么？你知道吗？各位记得不？啊，食满满。色青翠，结实嘴嘴，汁液饱满，颜色非常的翠绿，然后呢，继续再结果子。所以哈，我们现在松联团契哈，有的人用礼拜1，有的人用礼拜5、礼拜6，就去洗个头发 set 几个样的哈。他说70、80岁了不用了，自己冲一冲就好。我说没有，洗头多少钱？200块钱就能让人家把你。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当然就不一定啊，不习惯啊，不那个，让你仍然展现一个翠绿的颜色，就像一张秋栽的葵水边一样，它的汁液饱满，继续领受上帝的话语。这样的一个金婆婆跟银婆婆，当她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让年轻人得着激励了。还记得10几年前，日本有一对金婆婆、银婆婆吗？全世界全日本好多的小朋友，他们都要毕业旅行，然后跑去找他们，就让那对金婆婆、银婆婆90几岁啊哈，2个人一起生活，让他们为他们祝福哈。这是10几年前的事。我们这些长辈啊，我们会成为让不只是生命得着翠绿，也让年轻的朋友继续在更新。转化其实就是 change， 它英文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不是用 change， 它用transform 比较多的版本，表达出那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不是 change 一个前面要改变了，要改路了，不是这样，而是这过程中间你要预备被转化，这是更新转化。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可1章4、5节，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么说：预备来，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之前要先 U-turn， 否则的话，你所听到的信是一回事，如果你不 U-turn 哈，你再怎么相信还是错。这边开车出去了，突然脑海里面哇，真的会这样，突然极限，到底今天探访是往荣总走，还是往马街走？中正路出去以后，你就要直行右转中山北路，还是在文林路港外左转？因为振兴荣总是在那个方向。来到士林教会以后，探访最多的地方，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荣总、振兴、
再来马街，再来星光，最近是最少哈，星光这样。所以呢，以前的经验不一样。我过去20几年的经验是马街80%都在马街，然后在龙总、台大怎么样？所以有一次中正路开过去的时候，知道要去龙总探访，很自然的直直开到中山北路右转。我有信心，我知道我要去龙总。而中山北路一走到了剑潭要上，怎么来这个地方啊？不悔改，你有信心再继续走就走到马街去。可是等着我去探访的在龙总，你有信心吗？你当然有信心，你对你自己要做，常常以为自己的经历是你的信心。你有把握？过去20几年来，80%的探访都在马街医院。你很自然，中正路走出去，加油的时候告诉他说要柴油，然后呢，加油的那个员工也说柴油，结果一拿出来是95，加进去了。这休旅车完了，要去抽油了。为什么？因为他加油大部分都是95或98。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悔改。你要悔改，就是把自己拿掉。悔改就是把自己拿掉，这样的话，那个方向才会出来。如果这样的话，福音会带来改变，会改变。我们看到福音带来改变，最先要改变就是人会改变，那个人的改变，对不对？这福音如果不改变许成道的话，我信你要从啥？他没讲啊，这个福音若袂当帮助我、救我、让我改变，我假巴还要赢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我们生命会被改变，改变了以后，我们会经历到生命跟生命中间，生命影响生命的改变。首先的改变，我们生命关系改变。圣经中间告诉我们最清楚的故事，就是那个浪子回头，记得哈？那个浪子回头，生命关系改变。我们会有很多的诠释，但是在浪子回头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原本是孤单孤独的一个魂，在外面漂泊，但是他终于有一天醒悟了，生命改变了，他知道我有个父亲在，我是父亲的儿子，成为儿子的灵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一口气是天父上帝吹进来了，但是你在外面奔跑的时候，你会跟他像孤魂是的哈，用这个话不一定健康，孤魂野鬼一样，那忙碌在这个世间的事。所以有一个老师说，有一个教导说，这就像一个孤儿，像孤儿的魂一样。这个世代你会不会觉得很孤独、很孤单？对不对？人那么多，这就像一个孤儿，因为生命关系没有被建立起来。回到了天父上帝面前，像是这个浪子回到爸爸的身边，天父上帝抱着我们，那个时候你会发觉会经历到他的同步，跟我们生命的同步同在，没有离开，而且他协助我们。虽然说人的角度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天父他的全能扶持着我们，把该给你的都给你，孩子应该有的外袍，应该有的戒指，应该有的鞋子，应该有的地位、角色、权柄，都给我们。这是生命的关系会改变。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会经历到这种生命关系的改变。生命关系改变以后，你的决定就不同了，你的价值、你的意义就会不同。那个在树上看耶稣的撒该，我常常在读经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吗？如果以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的一个教导，给你5000，给你2000，给你1000，后来什么叫忠心的管家？给5000的又怎么样？给2000的又怎么样？为什么呢？给1000的说他懒惰，然后把他赶出去？为什么？绝对不是因为他又赚了多少，而是那一位把钱拿进来了，放在地下藏起来这样的话，1000永远不会不见，还是1000。你有没有地方藏钱啊？你不存银行的时候，你钱藏在哪里？可能枕头下面可能哪里放着比较安心，离自己比较近。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可是撒该，我觉得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为什么？我如果看一看他拿5000，不止赚5000他钱怎么来的？抽税金嘛。然后呢，
还把人多抽税金。可是单单靠着那些多抽的税金，他能够在悔改的时候有一半捐献给穷人，另外一半又赔人家4倍吗？做得来吗 ？No way， 对不对？他一定有很好的投资。把你多抽了10块钱，他把它变成20块；把这个人多抽了1000块，他把它投资成为2000块，至少要加倍以上。为什么要加倍？不止加倍，因为加倍了以后，他才有可能把他的财产一半奉献捐献给穷人，另外一半还能够，当初给你多抽了10块，还你40块；多抽了1000，还你4000。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成为钱财的奴仆，他成为钱财的主人。上帝要加倍赐给他。你会运用钱的时候，上帝说：“好又忠心的仆人啊，进来，享受我这个主人一切的荣华富贵。而且呢，我要再交代你更多的。所以不要以为去天堂就跳咖练吹秋淋咖啡哦，你去天堂哦，你会领受更多。你领受5000赚5000的，上帝会给你1万，让你继续在那个地方发挥你的恩赐。你绝对不会超凡，不会忙碌。”在天堂里面，你不会忙碌超凡，但是你会发觉你的恩赐、你的恩典所领受到的，上帝加倍让你去经验，原来生命是那么大。就像科学家，你在看到了这个宇宙的时候，发现也竟然在我们所知道的背后，超乎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价值意义的转换。你的生命价值意义会转换，福音会带来改变，人会改变，就是你的角色，之前的角色跟之后的角色会不同。之前的角色就像保罗一样，扫罗原本的扫罗是使人受苦的，但是你当有了福音，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会成为受苦的人，为别人受苦的人。扫罗本来在抓基督徒，在抓人，使人受苦，对不对？把他抓到监牢里面，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成了为基督受苦的人。上帝给你很多的不同角色，一个老师。很多时候学生会受苦，作业不行，回去抄50次。我还记得我们的孩子有一次回来，他那个年代还有抄50次老师叫抄，我想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年代才要抄50次。1996、97台历读小1小2，刚开始竟然说叫他抄50次哇！原来到90年代还有，我以为1960、70才有抄50次。有时候老师，我们会让人家觉得我们使人家受苦，但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老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老师，他会成为为学生受苦的人。你听过有多少的老师为了学生，他学费交不出来，我先帮你出，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点。我都听过有那个从澎湖到台北来。读到初中毕业，必须要回澎湖了，没办法，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再读下去？没火力大高火力家，老师说你来住我家，跟那个爸爸讲，跑到澎湖说让你的孩子住我家，我觉得他应该让他读书。本来是使人家受苦的，让学生以为考不好又要拿藤条来打，误会了，以为说原本是使人受苦的角色，因着耶稣基督生命改变，成为为人受苦的人。很多的行业角色，你有没有去经历到这个改变？孩子本来是让爸爸妈妈受苦的，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突然顿悟，你为爸爸妈妈而受苦，你突然生命改变，这个就是福音带来。如果耶稣基督跟你有关系的话，你回去想想看，你要怎么跟爸爸妈妈。几天前有一个姐妹来找我读那个大学，因为刚刚跟妈妈吵架，跟那个后来分享完到最后，我问她说：“你觉得你能做什么？”我应该回去跟妈妈多讲2句话。我感谢主，我看到她在她生命里面的改变，之前的角色跟之后的角色。才20岁的年轻人。他说：“我应该回去跟妈妈多讲2句话。”意思是什么样？现在年轻人都不跟爸爸妈妈讲话吗？
就以为说 LINE 告诉你了就好了，我今天不回家吃饭，我就是 LINE 就出去了。之前的角色跟之后的角色，这是生命很重要的改变。福音会带过来这样，所以最后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主题。我们有几个礼拜说更新转化，今天说活祭，因为这个经文不是这么跟我们讲吧？当自己线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我们今天来看活祭，把它拆开来，反过来祭跟活。什么叫做祭？献祭就是要宰杀，要死掉，要用火焚烧，就把它烧过去了。活是挖跳跳啊，一点爱照，他给我挖。那怎么叫活祭呢？一献上去就死掉了。献上活祭就是不断的更新，被上帝来改变你，来变化你，来调整你。祭是烧，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放下自己，对不对？如果你自己还坚持在，就不会被烧了，就不会被献上。祭物祭品一定是被人家摆上去以后，你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是为了大家被献祭的，所以这个祭会不见，会放下自己。活呢，我们看到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活是跟着耶稣的脚踪，那叫活啊，不是你今天看许承道会讲话，可以走路，可以吃，说许承道是活着，不是。他有没有跟着耶稣的脚踪走？这个叫活。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在说了活祭是这个，把自己放下成为一个祭，然后跟着耶稣基督走，活起来。这两者同时并存，叫做活祭，叫做活祭。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活的祭，生命跟着耶稣走。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天读了经文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恩赐，给我们信心，你照那个信心来看自己，你也不能够妄自菲薄啊！我信不拢不要，我拢无。但是，怎么样让自己合乎中道呢？就回到了第2节，我们今天背的金句。如何明白？如何查验上帝的心意？良善、纯全，怎么样？可喜悦、欢喜的，常常在生命中间做这样的一个转化，你就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太骄傲。你太骄傲，性情的啪起来给你拔起来。我会不会妄自菲薄？他会鼓励你。如果你常常进到上帝的话语来明白、查验，他喜悦的是什么？他的良善是什么？他的纯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所以最后活祭呢，就是你把自己说到了，把自己放下来，自己的坚持放下，自己以为是的放下。我教会以前就这样啊，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团契会长都改变了，你怎么同工还没有做好？把这个先放下，把自以为是的先放下，然后让自己跟着耶稣来走。这个车子很有趣，前面拉得好辛苦，你看他的流汗都出来，有没有？后面也推得很辛苦，可是你发现它最有趣的是哪里？最有趣的是哪里？它的轮子怎么样？它的轮胎怎么样？你看过这种车子吗？可是它的车子上面好多圆形的轮胎啊，只有1001号努力的推。有时候有一些团体、协会，甚至教会，我们会常常看的这样。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就像是那些轮胎、轮子，圆形的轮子，我们常常放在车子里面，大概下面下车，然后呢，只有2个在那边，少数的同工在那边推，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个轮子还不是圆形，还是方形。我们的规矩就这样，我们的传统就这样，我们的法规就这样，就是四四方方，要照这样走。不那样呢，在那也边，我弄个叫细角来，不能够换个轮子嘛。所以活祭呢，我们从2019到2020，我们求主继续更新转化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车上的圆轮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成为那个圆轮。而且这个会很特别的，圣灵他会做工在我们中间，那隐藏的风帆会出现，带领我们向前跑。我自己这几年来，在我们教会人数是一回事，但是我经历了最重要的同工、长执、会长这些一起，我们大家越来越有一种的经历，
经历到上帝在带领我们，他圣灵的风慢慢的吹着我们，我们不会一款各丢各跳啊，然后那个跟他亲情啊，另外一款，我们非常欣赏、尊重那样的一个展现。但是上帝在我们适龄长老教会，他用隐藏的风帆圣灵在带领我们，在这个中间做更新、做转化。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第3节告诉我们，如果你第3节照上帝的给你的信心来衡量的话，你的生命里面会越来越看到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继续在这几个方向一起来努力，肢体更多的互动温暖。我们门徒训练会做一个转化，会继续扎实来做。我们的敬拜今天调整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会把它剪接下来，然后这些私会的人要看看今天的流程，看看哪里要调整、要检讨的。我们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更天父上帝在宝座前有更灵命更深化的一个敬拜。我们的侍奉服务能够更多元，宣教的国度能够更扩张。所以这个礼拜求主帮助我们，用上帝的话与上帝说话。在每一天读1章中间，你的金句是哪一句？上帝借着这个有没有来更新改变你，去经历这个部分哈？第二个，你看到教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表达有什么意见？有没有看到哪一个部门哪个地方是好像那个车子是4方的轮子的？可以很诚恳的来表达分享，不一定我们可能看的是某个部分而已，没关系。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改变的地方？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更新转化的季节。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在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经历享受像家庭，像在医院被再次的复健，像在学校接受一些装备，也像在军队中间，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代，以便于我们能够有属灵美好的征战。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让我们能够进入主的心意，是因为我们渐渐被更新转化。我们愿意将自己放下，成为祭，但是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活出主的荣耀。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兄弟姐妹，这时候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用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恳求你更新我，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
时候，让我们一起感恩奉献。请坐。奉献完，请牧师主导。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啊，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弟兄姐妹，请起立。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既然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到你面前，到你宝座前来敬拜，我们要求圣灵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像那个祭一样，一直放下自己，然后能够活出跟着耶稣基督脚中美好的见证，让人家看了就羡慕。但是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主你不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都能够交托在你面前，让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挑战难处、身体的病痛，都能够得着你亲自的恩待医治，再次的复健。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跟怜悯永远不离开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妈妈长凳也喝谁了哈？因为我是怕说有点晚了，然后他怕他，是，好嘞好，好 ，OK， 好。啊，那个是蜂蜜的那个，对，那边很多这种，对呀、
今日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真好的天气哈，咱三角做伙来主的宝座前，咱来敬拜伊。这是咱先用诗歌来陪伴咱的心，请咱掀开咱面头前的信息。第一首诗歌咱要来练习的是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533首。这首诗歌是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哈，叫做威廉·费雪。这个他是那个德国移民的到美国的第二代哈，住伫迄个巴尔的摩迄带遐出世。伊真细汉的时阵就真有迄个音乐的天分，所以伊差不多8岁的时阵就开始。唱歌甚至讲伊甲年纪较大的时阵，伊也咧带领一寡迄种合唱团有若听讲伊伫迄个较晚年的时阵，有若咧做生意咧卖钢琴。即个作者伊写的诗歌上出名的大概就是咱今日要唱的即首。佫有一首信诗321首信息321首，一首白卡亚西，青白卡亚西。这首诗歌有若是这个作者来写咱今日来练533，咱先做伙来念一寡歌词。来，咱现着来请第一节，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大，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是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二节，我真爱讲这故事，哪想哪有滋味。世间逐项所望，拢总甲这袂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对这受大感激，所以报我所经过，望恁来得利益。第三节来，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哪出奇，哪讲也哪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世人真多袂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第四节，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咬哪喙焦，心无爱听到结。到伫阳光的所在，得吟天顶的诗，也是纪念这故事。救主仁爱无比，好，咱做伙来唱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大。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是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赢过芳过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因我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二节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哪想哪有滋味。
这袂变，我只来讲这故事，对这首大感动的，所以保我所经过，望你来伫你的，我只来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因我深深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四节来，我只来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摇那吹打，因我爱听到夜，到顶光的所在，在阴天顶的时，也是纪念这故事。求主你来无比，我只来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因我深深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二首诗歌，才咱献开47首，上帝独生囝。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马来西亚人，吼，伊其实伫马来西亚，咱知影马来人大概有58%左右是马来人，啊，马来人拢大部分拢是回教徒，啊，有24%左右是华人，啊，有8%是印度人。啊，这个作者就是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吼，伊所写，伊是一个真出名的诗人。啊，伊做这首诗歌是为着要庆祝圣诞节的，吼，所以伊这条诗歌可能甲咱普通咧唱的圣诞节的迄个咧描写讲耶稣出世的迄种环境较无共款。总是这条诗歌有若是真有活力，吼，唱起来大家拢感觉真快乐，真欢喜。啊，咱先来读一解即个歌词。来，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堂，谦卑来降世，欢喜临到世间，疼痛恩典无限。欢喜临到世间，疼痛恩典无限，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第二节。人类所仰望，赢过黑暗，受了日头望，宣扬活命真理，遵行仁爱公义，宣扬活命真理，遵行仁爱公义，万分变赦免，和平三结连。咱伫下骹有写，伊看到有一个曲式，吼，大家有看有写一个 A、B、C、A， 吼。这个 A 的前面甲后面拢有两个，拢有冒号伫的吼。这意思就是讲，伫 A 就是咱的第一个图表甲第二个图表爱唱两届，吼。然后再过来是 B 唱一届，再过来 C 有冒号吼 ，C 的部分就是第五个图表爱唱两届，然后上尾有一个 A， 就是讲咱爱搁转来唱 A， 搁唱一届，吼，咱做伙来唱看卖，来。请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堂，谦卑来降世。过来，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堂，谦卑来降世。
欢喜临到世间，听透阮的无限。欢喜临到世间，听透阮的无限。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上帝独生囝，多正多肉体。开天道，欠比来降世。第二节，救世主真光，人类双亡，赢过黑暗，守了日头帮。救世主真光，人类双亡，赢过黑暗，守了日头帮。宣扬我名真理，遵行你来公义。宣扬我名真理，来公义。愿分辨赦免，和平三结连。愿分辨赦免，和平三结连。救世主真光，人类双亡。赢过黑暗，守了日头帮。做伙阿门啊！阿门。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用敬虔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同心来敬拜。请奏乐。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美。佮讲，你着写伊，
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佮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里法甲俄米加，是起头的，是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请同心来吟诗俄罗上帝，请咱来吟圣诗47首，圣诗47首，上帝独生囝。请起立吟全首。上帝独生囝，倒正做肉体，求伫你中谦卑来降世。上帝独生囝，倒正做肉体，离开天堂，谦卑来降世。欢喜临到世间，就当稳定无害。欢喜临到世间，就当稳定无害。为咱来出世，求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求咱出头天。上帝独生囝，倒正做肉体，离开天堂，谦卑来降世。救世主真光，人类所仰望，赢家黑暗，受掠伫头帮。救世主真光，人类所仰望，赢家黑暗，受掠伫头帮。宣扬我名真理，主应恁来公义。宣扬我名真理，主应恁来公义。冤冤对正面，和平三结连。冤冤变赦免，和平三结连。救世主真光，人类所仰望，赢家黑暗，受掠伫头帮。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全能的主宰，以马内利满满有疼痛的爸上帝，你是古早、现在、直到将来，永远伫地独一的真神。天要讲起你的荣光，穹苍也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在。主，愿同信的兄弟姊妹三甲自集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愿要尊重你；主，愿要学乐你；主，愿要称颂你；愿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亲爱的主，恳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赦免阮拢总的罪过，赏赐阮伫你的面前有清气正直的心神，通来敬拜你、服侍你。怜悯的主，愿伫即时要为着阮所听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是医治的主，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身体病痛的，恳求主你的圣神医治看顾。主，你是赐气来的主，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心神忧伤痛苦的，求主你安慰扶持保守。主啊，你是安慰的主，伫阮的兄弟姊妹中有家庭经历至亲离开的，求主你用你温柔的疼，拭去因的目屎，安慰扶持因的心。主，愿感谢你，因为你是稳定的主。厝体若毋是你起造，就起造的人空空着活。感谢主，你保守阮伫即几年的中间，互阮的教育馆起造。主，当即时，阮的教育馆起造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总是阮知伫头前还阁有侪的困难甲挑战。主，阮恳求你赏赐阮的建委会的同工，
因有智慧，祈求主你的心意来处理各项的问题，也恳求主你帮赞，互阮的教育馆的起造会当来完成教会伫建堂建人的义上。愿知教育馆的起造出自主你的心意，愿教育馆的起造会当成做树林地区的祝福，吸引侪的人来认捌主你。主，愿感谢你，互阮三甲自集伫你的宝座前。你是全能的主，愿恳求你圣神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天君天使围围伫阮的中间。甲阮同心敬拜而乐，恳求主，你的圣神高我牧师的喙，感动牧师的心，来传讲主你的教示。恳求主，你也赏赐阮有受教的心，互阮领受主你的话语，会当照主你的心意来行，将你的荣光显现伫人的面前。互每一个接触着阮的人，听见阮讲的话的人，因的心拢得到激励、欢喜来亲近主、认捌主。主，阮相信伫你的旨意内面，阮会当领受，搁来行，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稳定。愿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福气。但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开声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天呢。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们。请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咱要来交托启应文第18篇，第诗篇67篇。启应文18篇，诗篇67篇。伫圣诗后面1031页，圣诗后面1031页。请咱同心来启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煞接，咱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5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5节。台语汉语版的圣经伫新约的部分182页，和修本的圣经伫新约的部分242页。请咱同心来读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5节。兄弟啊，
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衬托家己，毋通盘过伫应该想的，所想就安分来想，照上帝所想属逐人信的分量。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功用无拢相同，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逐个三共做体。求主帮助咱，将伊的话刻条伫咱的心。赞美，请圣歌伫赞美，圣歌对所要赞美的诗歌，主啊，我要跟缀你。
阮行伫人生的路，脚步无偏离。主啊，你的疼伫阮的心，牵阮的手向前行，甲阮来做伴。主啊，阮要回应你的呼召，阮要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传扬出去。感谢主，将伊的心刻伫咱的内面。讲道牧师今仔日为咱分享的题目是“更新变换、更新转化”第一讲坐甲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踮伊所定着时刻三甲来组织。我来到咱属灵教会这6年偌久的中间，深深体会10月、11月、12月实在是真特别。毋是因为圣诞节的关系，因为10月中，咱有一个中级会长，就是让咱推选出来这教会领袖还是会长三甲斗阵的一个讨论研讨。这就是伫昨昏，亲像昨昏咱早起9点到下晡这中级同工三甲做阵一个讨论。我感觉这真重要，毋是到我年底的时阵，咱早要去处理讲到底检讨2019年安怎，2020年要安怎行。咱伫10月中的时阵就开始做这款的一个启动，然后11月，这嘛是咱属灵教会真特别的。因为真侪教会伫感恩节时阵讲这阿多甲的感恩节吼，咱台湾是放咧旧历新年啦，咱叫做新春清霞礼拜，对无？但是无要紧，不管是北美，不管倒位，咱踮咧11月第4礼拜的时阵，迄个感恩节其实嘛真侪人欢喜斗阵。咱属灵教会到感恩节的时阵，毋若干那大家做阵来食火锅，啊，毋是火锅吼，食火锅啊，然后有一寡会欢喜，要紧的是，咱咧拢有一寡见证的分享，吼，通过有兄弟姊妹因见证的分享，咱看到生命的故事。到我12月，咱教会有一个特别是啥物？12月太侪时间，但是我个人感觉真特别，就12月31。12月上尾讲，咱有一个年尾的祈祷会，咱三甲求主帮助咱。对2019引带咱进入2020，对上帝来看，每一个日子拢共款，对不？对咱来看嘛共款，咱永远敢若活伫今仔日尔。12月31甲1月初有啥物差别？拢嘛共款，敢若差1月初休困，免上班，对不？啊，毋过你12月31甲1月初有啥物无共？咱犹原来面对咱家己性命跑走的路站。但是我感觉伫咱属灵教会到当年的12月31，兄弟姊妹开始斗阵，对这个旧的年度，咱有一个感谢回应。特别是伫个感恩节的时阵，咱毋能敢若听到见证，迄是11月底，互咱会当量早检讨反省家己，然后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要备办安怎来回应。昨昏咱的中级会长大家三甲斗阵啊。拜堂的空间有限，所以咱有踮咧外口最近做一寡仪式的领袖三甲讨论，嘛做一寡对话真好的对话，对大甲细，对老甲细，咱拢伫遐。同少年的，就是咱的少年团契会长，15岁啊，我昨分享报告较真好势哈。因对伫2020，15岁哦，这高中1年的学生啊，少年团契嘛，国高中，伊嘛共款踮咧遐，咱嘛介绍一寡新的同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伫2014到明年2020建堂建年这款的异象中间，咱继续来改变、来转化。当年拢爱接棒，你这个走了，你就爱交棒对无？互人接棒。但这毋是你交互别人，嘛毋是一个团队交互一个团队，包括你家己，你有将今仔日的家己交互明仔载家己无？你有将昨昏的家己交互今仔日的家己无？生命是动态的，伊袂停止。所以伫这款的过程中间，将昨昏的家己交互今仔日的家己，你会发现，你毋是愈来愈老。伫 aging 的过程，在 aging 的过程，在这个时间向前跑的过程，它不是在老化，它是在更成熟。所以，咱的上年团契，各位记得迄个 slogan 无？接、满、吸、青翠、结实、最。
咱遮少年的拢袂晓吼。接满满色青翠，结实侪侪，一张手栽伫溪边，伊吼内面你看袂到的部分哦，内面的细命吸水了，然后起来送到逐所在，它汁液满满饱满。一棵树吼栽在溪水边，它的汁液饱满，然后伊的叶啊青翠，伊继续的结实，它越来越成熟。你讲啊，愈老无路用，我发现哦，年长的人结实足多是无形的果实啊，足多是无形的果实，真多后代的帮咱面的鼓励，伊毋免讲话，少年人囡仔该斗阵就领受祝福。会记得10几年前，日本有一个叫金婆婆，一个叫啥？迄是姊妹呢。迄个时阵，全日本的小学生吼，拢都爱校外教学，游览车坐，坐去因遐，就是干那喏，看一下这两个90几岁的姊妹安尼。这对于细汉的囡仔的性命，他会有一个愿景。有一天，我会行过这个过程，70年、80年、90年，我要安怎会当亲像因，接满满、色青翠，佮结实侪侪安尼，性命得到真正会满足。所以，伫咧讲交棒吼、接棒，毋是干那你交互别人，你对别人遐接。咱伫咧10月初6有选中级，嘛毋是讲要交互新的安尼，你家己有对昨昏交互今仔日的家己无？你今仔日要安怎交互明仔载你？这是咱咧讲的。那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会发现上帝给你 upgrade， 帮你升级。上帝家己给你升级，不是靠自己来升级，互你生命得到换新变化，来见证基督耶稣伫你生命中间。所以，咱昨昏有特别领受一寡异象，异象是100度，是这个方向对上帝来的心意。咱必须要将这款的异象来传达。我长老、执事会长，大家更较清楚嘛，互兄弟姊妹知，伫这款的中间的形成共识，共同的明白，共同的认识，明白这个异象。所以，伫教会兄弟姊妹，咱看到较侪就是哪些所写，一寡策略，一寡活动，一寡事工，咱参加足侪聚会，咱看较侪拢是伫遮。但是咱知影静啊，才会同工。经过遐尼长的领受，所以咱通过做阵敬拜、参加聚会、小组、参加服侍，咱通过这个活动，也是讲咱感恩节要到啊，跟招朋友来做阵这个火鸡见证餐会，这拢是咱的策略活动，咱的方法。通过安尼，咱会继续领受迄个异象。哇，原来长老咧讲的异象啥，牧师讲的是啥，咱就各甲这个异象结连起来。会阁倒转来领受异象，这个过程帮咱，互咱每一个信徒成做门徒。昨昏我嘛甲这中级会长讲，咱若要期待信徒成做门徒，咱每一个中级都要先成做门徒。什么叫门徒？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了解；师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讲啥，咱背偌济。咱会记得偌济，耶稣做啥？咱要安怎对伊做？这叫做门徒，这叫做门徒。所以咱过去这2年，去年甲今年，咱有看到周报拢会写，到第一礼拜，每个月第一礼拜下晡1点到3点，中级留落来叫做门徒训练。有人想讲吼，我做长老10几年，执事10几年啊吼，叫我做门徒训练。咱长老教会中级训练吼是啥？安怎施会？安怎直升算奉献，然后明白法规，明白教会历史。咱长老教会做这款的中级训练，这需要，这个功课需要。但是咱有一个更较要紧的基本功课，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过去这2年咱的中级唔若讲逐工读，咱的与经济有约，伊嘛踮咧咧写金句，应该做灵修笔记。我袂去甲检查啦吼，但是逐个月斗阵的时阵，长老甲执事互相分享，你若无写就抓包啊咯吼。所以因灵修笔记爱写。通过这2年，有不少的中级，因过去都真好的灵修生活，
但是重新过来建立安怎正做一个温度，到底这个老师在说什么？我的老师的生命内涵到底是什么？我如果没有认识的话，我怎么说我是他的学生？真侪人讲我是李远哲的学生，李远哲讲，这个我唔办呢。我讲这学生，我修过他什么课啊？咱拢知修过一个人的一节课，就要讲叫做伊的学生啦。这个老师看真正的学生会当有几个？真正的温度会当有几个？有一个我真尊敬的同工牧师，伫几年前退休，伊踮迄个教会10年，10年伊做真侪温度训练，我真欣赏啊，学习真侪。10年了，伊退休的时阵，伊咧讲的是讲，我这10年栽培训练出来2个温度。我听一个惊一个，我讲我嘛带伊去上过课，带伊做阵小组行1年半安尼。讲哪会才2个？10年才2个？过来我心内偷偷想，你敢讲得罪所有的中级无？这10年甲你斗阵的中级，遐济你讲你，互你带出来温度2个来尔？伊讲中级是一款的动工，但是温度是另外一款的学习。所以咱树林教会，我真感动，这中级欢喜逐工较啉捌主，你毋免烦恼，嘛免去插，毋是讲咱免插啦。唔免去烦恼讲课程多到底讲啥要求咱啥，咱好我想讲耶稣期待我安怎，正做伊的温度。所以当中级遮个同甲会长会当正做耶稣基督的温度的时阵，就会当带咱兄弟姊妹对信徒正做温度，咱对做见证正做实见证。这个咱会一概讲，这是一个换新变化的过程。所以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特别第1节、第2节是咱拢会当背的金句，真侪人会晓背这段。保罗讲，因为上帝怜悯我，才敢甲恁讲啦，无我唔敢讲，对不？你讲遐侪，什么人要甲你信道？讲遮无一定好听。所以伊用上帝怜悯，因为有上帝怜悯，所以我才敢讲遮。讲什么？将家己献做活祭，将家己献做活祭，心智换心来变化。那你换心变化到底啥？这个变化就是咧讲到 change。换心是 renewing 物件，甲换好一个新的，这是伊所咧讲的。即原来希腊文咧讲的这个物件真趣味，伊就你会发现讲这个物件你甲换一个新的，毋是换一个机器，毋是换一领衫，但是你会发现伊定心开始变化是咧讲到迄个。transform 英文的圣经真侪拢用 transform， 毋是用 change。change 就是敢若像你甲摕一个，但是 transform 较强调迄个过程，改变的过程，改变的过程。所以保罗嘛讲，若是毋是因为上帝怜悯，我实在毋敢甲恁讲。不过因为上帝怜悯，我甲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嘛甲树林教会兄弟姊妹讲咱着要踮咧主的心意中间来改变，来换新，免咱换新一清出来。所以这款的换新，耶稣基督已经先甲咱讲啊。马可福音第1章15节，咱读台语的来，日期满啦，上帝的国近啦，恁着反悔来信福音。耶稣一出来，伊先讲的是这款的，因讲爱反悔来信福音，所以要信以前爱先悔改，爱 U-turn。你若无悔改你听较侪你讲我有信，我有信。迄颠倒真危险。伫个过去服侍中间有20多年，我若爱去探访，80%是马街边，过来才代代营总20几年去振兴无几届，嘛袂记得有来成功，迄个是20几年。但是来到树林教会这6年偌久，同接去探访的是营总、振兴，过来马街。成功代代安尼换起来马街才变做真少啊！一年无几摆去马街，但一年去营总振兴可能要10几届探访几十摆啊！哇！今仔日探访车开出去右转中正路去营总19楼迄路先莫想，都直直行，行到中山北路右转，到圆山安那行安遮来？要去营总啊！行到剑潭，行到圆山，佫知影讲袂用去上高架，因为你若上高架牌，你都爱，哎呦，安那行安遮来，我只好去
甲民族，西路经过右转啊个。因为对我来讲，20几年哦，太久我拢是伫个马街探访。虽然讲来到树林了，知影营总今仔是要营总。当我一知影毋对，像我若无忧疼，我若无悔改，我阁真相信，我清楚我要去营总。你阁较知，阁较相信，继续行就愈毋对。安尼来领啦，阁行落去行去倒，干脆转来新店，阮斗坐一下吼。中山北路行落罗斯福路嘛。罗斯福路行去就是景美街到北新嘛，这条路一直行到阮兜啊，阮老家啦，阿公的兜吼。你若无悔改吼，你相信搁较侪，知搁较侪，明白搁较侪，是干那互咱的性命愈凄惨。咱今仔日有真侪信徒兄弟姊妹，咱知影真侪，但是耶稣讲爱先悔改，悔改其实就是伊咧讲的换新变化。咱咧讲更新与转化，其实就是咧讲个遮。当咱换新变化了后，这个福音伊就会带来人的改变。福音去到任何一个所在，人拢会经验到改变。这款的改变，第一个是性命关系的改变。圣经同有名的故事，就是咧讲到有一个老爸有2个囝，第2个囝吼，知影讲后摆会分到一半，所以就甲老爸讲，无你干脆量早互我来拍天下。趁搁较侪互你，趁你第个知影较侪，老爸就甲伊一半互伊，结果无想到一出去了后，变做亲像类似啦用即个譬如，真啊毋是真实，当敢孤魂野鬼了后，因为钱的代志会互你煞灵魂无去，灵煞无去，剩魂安尼啦。咱若讲人有灵魂，所以有一个学派咧讲，即款的情形较亲像孤单的魂一样，孤儿的魂呐。每一个人的性命本来有老爸，但是当你离开这个性命的时阵，煞变做敢若像孤儿共款。伫个今仔日这个世代都市的中间，咱看到真侪亲像孤儿的魂踮遐走来走去咧拍拼，毋知伊拍拼无飘伫座位，伫遐认真，你若甲人足亲密的，但是讲无话，足孤单的。一天到晚花连结个几十个、几百个手机上的迄落。问伊，啥物人毋捌看过？读啥物？倒一搭毋知。我碰到真侪青年人问讲，哇，你到底遐久啊？伊倒一个校毋知，读倒一下毋知，毋知你几落个月啊，逐工踮咧滑，竟然毋知伊读倒位。性命无一个厝通互伊住。咱会讲到即款的孤单、孤儿，亲像孤儿共款。浪子就是亲像安尼。有一日晓悟的时阵，才发现讲，哎呀，我有老爸，我有阿爸，我有厝。咱讲，真做囝儿的灵啊，真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所以，这个是咱生命真重要的功课。你爱去甲这个天父上帝有真亲密的倚靠。阿爸，亲像耶稣叫阿爸祈祷共款。你家己的灵修，家己生命的操练，要去经验，会当倚靠伊，伊甲你抛掉。台湾人可能较避暑，想讲哎哟，互人抛掉要安怎？无要紧，你想想看嘛，敢若像你踮咧碰伊顶头，天父上帝甲你揽掉共款。即款生命的改变，关系改变，才会改变你甲其他的人的生命关系。福音会互咱的改变，改变除了生命改变。关系改变，你甲人的关系改变，伊会具体伫个价值的意义顶头来改变。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撒该。我昨昏才甲遮个中级会长讲，我发现撒该是一个好佮慎重的关系。互你5000，你讲安怎？趁5000；互你2000，你讲安怎？佮趁2000，这叫做好佮慎重的关系。迄个1000，毋是。了钱无，伊1000第一涂骹无叮当，佫出来，无去投资，无去做代志。为什么我讲撒该是好佫慎重的关系？伊甲人骗10块，本来税金干那20，甲你讲干那10块，伊甲你讲收20，10块交互罗马政府，剩咧10块放咧遮，甲你讲你较有成就，2000块，2000摕来1000在遮。另外1000交去罗马政府，所以个落地啊呢，砰！迄阵啊税金的制度就是安尼来。
伊毋是干那甲钱囥喺遮呢，伊真熬投资，伊甲即个1000个变1万，伊甲即个100变200，即个10块变100块。为什么我安尼讲？你看哦，伊甲耶稣相拄，性命改变的时阵，伊讲我要甲我所有的一半，真侪送用人。我今仔日有2亿、1亿，我奉献互人。剩的1亿要创啥？毋是留喺家己用，要创啥？欠你甲你骗1000对啊，还你4000，加甲你抽100，互你400。哪有迄款呢？你想看伊收偌济？若干那囥喺落地啊，敢有法度做即款代志？阮当时有真够投资，投资了伊会价值改变。以前投资赚的是想讲我起仓库甲囥愈侪愈好，后摆吼永远食袂剩。毋是啊，价值意义改变的时阵，共款会晓赚，共款会晓经营，做一个好个忠心的管家，通好毋若敢若火解行人，佫会当帮赞欠客人，一半是安尼哦。欠人另外一半是骗人的行人，但是另外一半赚来是安怎？互人得到利益，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生命意义会改变。第三项，福音带互咱人会改变，你的角色会无同。前敢若像扫罗，互人受苦；尾啊，亲像保罗，为着人受苦，为着基督受苦。咱倒转去看扫罗故事，原来是咧掠基督徒，人看到伊就惊，伊掠到基督徒，就踮咧监狱中间，互人鞭拍，伊是互人受苦。但是当伊互耶稣基督掠到，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伊诚做为基督、为人受苦的人，为着福音诚做受苦的人。你讲哦，迄伤远，除了2000年伤远以外，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使徒，这离阮伤远，迄是你可行道的代志，毋是阮的代志吼。对，互人受苦变做为人受苦，无耶稣咧讲爱悔改，就是咱的代志。你会诚做，今仔日吼第一场了，有一个老师吼退休甲我讲，对，牧师你说的对。我讲什么说的对？真侪老师以前吼，学生会以为老师被让学生受苦，对吧？我以前虽然的时候，我会记唔爱抄，讲我不要迟到，唔爱抄偌济届，50届呢。阮住伫个三林堡中心路4段，阮的学校是中兴桥迄边叫做西门国小。阮爱坐台北客运，早起6点5分就出来，缀阮哥哥姐姐吼出来，都要往前走1站，往前走2站，往前走3站。恁捌经验过这无？是为着啥？互你会当公车来爬去哩。踮咧迄站坐袂着，敢若亲像踮咧碧乌亚的人，踮咧红树林的人，听讲就爱坐去淡水，才个捷运出来，你才有位啦。阮怎无法度坐？阮就安尼行，敢若行去就要20-30分啊！坐着了，坐去西门国小，为着要7点10分会当到，6点爱出门。结果你就有当时就迟到啊！迟到安怎？以后不能迟到，以后不能迟到，下50摆啊！刚才吼，这会当讲无？刚才阮姐姐甲我斗下吼，我读2年3年，你以后不能迟到那个迟啊！啊，感谢阮姐姐吼，大我8岁啊读，迄阵啊读师专，伊就甲我斗下呢吼。老师互学生受苦，有当时啊。嘛毋是要挑工安尼啦吼，但是有的老师无共我，伊共款叫你写，毋过互你知影即个意义是啥？老师为着学生受苦。我捌碰过一个青年人朋友，伊读中学来台湾读了后，就爱转去朋友，因为高中无法度读，但是伊的老师，各种的老师特别济准去甲马经，甲即个囡仔的老爸讲，互伊来带阮兜玩去。一个踮咧马经吼，囡仔朋友囡仔哪有可能走去台北读册啦？迄毋是学费的问题，学费咱知影无多，生活费、买册、食饭、住。即个老师看即个囡仔是值得栽培，伊走去甲马经，甲迄个老爸讲，我来甲我做阵住。所以带老师食先西牛
师母制的，便当加伊一个，三顿加伊一个。你捌碰过这款的无？老师为着学生受苦。当耶稣基督咧讲福音生命的好消息进入你的内面的时候，你的角色的改变 ，before 加 after 无共款，啊，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你的角色会真侪人的祝福。想看卖，边个人因为你受祝，以前是因为你受苦啊。囡仔，你的囡仔捌互你受苦无？做父母的，捌啦，对不？尤其6岁、6、6还其次，到个10通岁咱讲听的举个背叛的时候的时阵，做父母的你心情安怎？阿公阿嬷的啊，囡仔互老爸老母受苦，但是有一天囡仔因为福音的缘故，生命就改变上。顶礼拜我长毛分享，顶礼拜有一个咱的青年，忽然间来讲牧师娘你有伫无？牧师娘拄我咧上课无迄路。伊3点我走来教会，牧师娘无伫，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什么代志？虽然讲这礼拜足侪广告咧做，人来领导，我定定讲足无用的，毋过拢有时间有需要就有时间，我就坐来听伊讲。跟这2天跟妈妈吵架，因为家庭有一寡代志，冤家就迄落歪款的。问妈妈讲，我这应该做嘛？你只要说是可以或不可以啦，你不要解释太多了啦。妈妈不能被他开心，你不要解释太多了。我到底应该做，不应该做啦？妈妈同我讲不应该。我你就悟出了。跟伊分享交谈了，尾后讲你感觉安怎？我觉得我应该回去跟妈妈多讲几句话。对，让妈妈受苦的角色变做你为着妈妈，你欢喜受苦。你想讲一个囡仔甲爸爸妈妈加讲2句话，敢叫做受苦？是哦，即摆青少年人会晓讲话无？对不起那个这些年轻人，我跟划一划，跟你讲，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就已经仁至义尽啦，会不会？对不对？我已经跟你讲了，结果妈妈6点之后7点8点一直等，奇怪，今仔日再进来看手机，哎呦！5点的时阵讲，今仔日无要来吃饭，较早讲，我就免吃啊。之后我咧等你食饭。迄讲迄个咱的青年，我感觉不是感动，至少伊听有讲，我应该回去跟妈妈多讲几句话，意思讲爱跟妈妈沟通啦。本来你讲的代志实在，对，互父母受苦变做欢喜为父母受苦。迄个受苦，伊袂感觉受苦；保罗为着福音受苦，袂感觉受苦。咱的生命得着福音，会做这款的改变。这就是保罗踮咧罗马人书12章1节到20咧讲的，将家己献做偌济，然后你要去经验到生命换新变化、更新转化这款的。那安尼时阵，为什么偌济？我今仔日这个所在咧讲到更新转化，特别要讲济甲偌济是能力拆开哦。咱拄已经有读过这段的经文，伊讲将家己的身躯献做偌济，献做济是活甲信。巴克勒牧师的翻译比和合本圣经加做，和合本圣经直接讲偌济，巴克勒讲是献济，然后伊是活是信的吼。伊甲这2字先拆开。济是你献出去啊，就是去用抬、去用烧、去用糜，对不？济是安尼啊，济面是安尼啊，不管你献牛、献迄落鸟啊、献啥，献就是出去就去用抬去啊。但是我是要着跳会行会走啊，你若用献去，用献济去都无去啊，哪有可能讲会着会跳会行？其实济对咱来讲，伊讲甲身躯、甲你的生命献出来，就是讲你家己放落来，放下自己，放落来家己的坚持，放落来家己的理所当然，放落来家己过去的经验所看到应该是安尼啊，放落来，放落来，我就一事无成，上帝花遐侪文书要创啥？无活，你放落来才会活就是地主耶稣基督的骹步，本来敢若像咧蒙阿波中间落一个光明的方向，对耶稣的骹步咧行。放落来家己，才有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脚链的款式。所以咱拄仔所读的第3节，
无咱读到第50了吼，毋是到第20、第30讲毋通甲家己看伤悬，就爱照上帝互逐人的信心看到适度。啊，要安怎看家己适度？大家嘛讲我不骄傲，我从来都不骄傲，我都没有看自己太高啊，我都很中肯、很中庸的看自己。你就爱倒转来第2节，第2节咧甲咱讲安怎？讲你就爱常常想天父上帝，伊善良、通欢喜，搁啥？搁啥？顺转，对吧？伊心意，善良、通欢喜、顺转，顺转现代台语是讲，伊看最好的。上帝看最好的，所以当咱常常倒转来，伊的心的时候，则袂甲家己看最伤悬，嘛袂妄自菲薄啊！上帝互咱遐尼侪温书材料，你才不会妄自菲薄。什么拢讲袂晓，咱成立一个新的部，成立一个新的部叫传播资讯传播部。啊，今仔日吼，部长我讲啊，邀请几落个要做副组长，不过大家都还袂好势，较客气，感觉讲无适当。我讲无要紧，你放心啦，慢慢来，无一定即摆就爱看找着吼新的一个施工部出来。有个人真侪，因为拄开始毋知嘛，毋知新的要做啥，所以较客气。有当时咱爱勇敢甲上帝讲好，啊，无我来做看卖。哎呀，毋过袂用个想迄落讲啊，我做好，毋过你爱听我的哦吼。部长爱听我组长的哈，倒转来看上帝的心意内面，伊心意是伊看最好的，顺转是讲伊看最好的，通欢喜、善良，好，上帝即款的心，那安尼的时阵，你就会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款式。这台车通特别的是安怎？头前一个人在那拖，拖到流汗流汗，后壁迄个人嘛塞甲咧流汗。你看，这台车顶内面载是足侪圆的链呐，结果伊是什么款的链呐？四角的链呐。你讲这两个人安怎拖死吼，拖偌远啊？教会啦、团体啦，有一寡就是安尼，大家做到，这个做的人做到要死，结果一寡这圆的链呐，你代表讲上帝互咱的一寡温书材料，结果大家放在车内，想讲我阁袂晓做，我放在车安尼就好。认真要做的人吼，就要去面对真侪规矩，真侪限制。恁哪里变敢对？敢有会议？敢有讨论？第一场礼拜吼，今仔日小可做一点仔改变。咱有甲录影起来，咱过来甲遮第一场的聚会，大家做讨论。9点一开始，聚会就邀请宣调，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子。咱欢喜快乐当心来敬拜，咱用关心时间开始，所以就先拍了后，大家最近读经句，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第2节。读完了以后，伊就带祈祷上帝话，带祈祷，祈祷了后，敬拜团带大家敬拜，敬拜了后，我就讲到咩奉献，通大改变得到。头前迄两个部分来调整起来，我讲到了问讲，恁会习惯袂？感谢主，不加罪人。我讲感谢主的意思是啥？不加罪人安怎？袂习惯。我讲的是大家真诚实啦。今仔，所以我看到几落个摇头讲，感谢主，这毋知是真的。恁若讲真侪人安尼吼，我人想讲毋安尼骗啥？因为咱22年来有第一场的礼拜，22年啊3年吼，有第一场的礼拜，拢嘛是敬拜了，然后欢迎看圣工，是这2年吼，有一寡在服侍讲，牧师，当你要讲道的时候，你袂感觉讲要开始起步好累哦？我讲这20外岁少年人咧讲啥？袂啊，头摆我讲道就安尼讲啊。伊讲头前的敬拜10外分钟吟诗对无？大家安尼心得着感动。了后，时间报告，一个，听遐足侪人就开始滑手机看直播。今麦个忽然间牧师讲，今仔日要讲更新转化祭与活，就迄个定心互大家醒起来安尼吼。青年人先感觉到呢，
带敬拜的人先感觉着因敬拜带了坐遐，结果因就听报告了，电家己嘛，歇落来啊，歇落来啊。就今仔日第一场做一个调整，我讲会习惯，会感觉怪个，有影怪。啊，恁感觉安尼，后礼拜阁安尼好无？喂，有影。大部分啊，这第二个点头才真的哦。第一个问题讲，我看到几落有头，我讲安尼赞。我讲后礼拜咱若阁安尼，恁感觉会唔好？改变就要紧的，咱要安怎甲迄个四角的莲仔摕来换做圆的莲仔？那安尼的时阵，咱才会当去经验到，伫即个圆的莲仔，毋那敢若圆的莲仔，是圣神早就已经准备好，亲像一个风帆伫遐，伊引带咱，咱，互咱会当更较轻松，效果更较侪。所以咱这2年游玩继续伫换新改变的过程，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伫恁每一工的功课中间，好，毋那敢若来遮做礼拜，你阁会当有机会，无论是参加团契、小组、查经班，若无，至少拜5暗你祈祷会来，因为祈祷会中间，长老即次会甲你三甲斗阵，3个人三甲互相代祷，吼，会有一个属灵的同伴陪伴。明年1月开始，咱要换做拜3。祈祷会换做拜3，你至少你若无其他小啥，你至少迄个时刻来3个人、4个人，咱除了最近的敬拜以外，互你会当经验这款圣神迄个看袂到的风，互咱的生命记着换新，记着变化，互咱会当生命关系记着改变，互咱的价值观意义不断来重新设立，互咱一直对互人受苦的角色变做为着人受苦，伫苦的中间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拄啊第3节安尼甲咱讲，毋通甲家己看伤悬，都要照上帝互你的信心。什么是上帝互你的信心？就是转来第2节咯，转来第2节，安尼你就会找到你迄个圆的莲仔参与伫教会中间，参与伫教会，这是咱的目标。咱要继续用这款的目标来跑走，兄弟姊妹中间有更较多的关怀带导，咱的门徒训练会继续。但是明年对中级的角色，咱要换做另外，亲像过去15、16，咱捌做过，17、18做过，然后18、19是中级，咱会继续做这个。但希望咱的敬拜做一个调整，会当互大家更较感动，更较接近天父上帝。咱希望真侪侍奉服侍更较多元化。互兄弟姊妹，咱知咱出侪有才调恩典，会当踮伫即摆教育馆，了了，咱更较多元来服侍即个世代，通过宣教，互基督的福音，诚侪人的利益。所以即礼拜中间，你想看觅，你安怎用上帝话甲上帝讲话？真侪时阵人讲我毋知要安怎祈祷，我讲的迄几句你著甲背起来嘛，对无？食饭前袂晓祈祷，啊，著安怎感谢？食饭前你安怎祈祷？天父，啊，甲孙教了就互成孙啊呀！天父极大，国慈悲，感谢你赐阮食面。世间万人，你一样饲，主疼痛，永远无离。即马上年团契，过来聚会开始奉献了，开始要做阵共款，阁有另外一个奉献的祈祷，毋那甲咱读甲背起来。诚济咱生命帮助，用上帝话甲上帝讲话啦。敢若像我拄仔讲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咱的青年，伊要转去向妈妈加讲几句啊话，要用什么甲妈妈讲？你都要用妈妈的心碎念，妈妈的关心，妈妈对你的疼，用妈妈的话甲妈妈讲话，对无？毋是用你家己的坚持。所以三讲，那我要放下自己，我要跟妈妈多讲几句话。啊，你要甲上帝讲话要用啥？就用上帝的话跟上帝讲话啊！啊，若无至少诗篇23篇，主你后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价。过来安怎？伊甲改做你，因为你要甲伊讲话，你互我倒伫青水草坡。类似即款，所以用上帝话甲上，你看卖，看伫即款的灵修的过程中间，主安怎改变换心理，互你碰到新的代志。
互你生命享受新的活力。虽然外在的肉体会渐渐败坏，我嘛咧经验哦，吼，毋通想我少年啊，我超过60啊，咱拢咧经验外在的肉体渐渐败坏，但是内在生命日日换新，日日换新。第二项，拄啊讲迄两台车，你有发现咱教会敢有啥款的所在？你感觉看到亲像迄个世界的囡仔吼，望你会当勇敢，甲你的长老执事，也是咱的会长，你勇敢说甲讲，我感觉倒一项，咱是咪安怎迄落吼？这是要紧的。但是呢，咱相信上帝会通过这个组织体制，帮咱，互咱较早找到，甲迄个世界的囡仔换做伊的囡仔，安尼咱真侪事工会当更较顺利。这就需要每一个兄弟姊妹用参与伫咱的教会中间。所以，拄啊咱所吟的圣诗，特别是伫个533首。虽然咱讲是咧真爱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咱要讲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怎样伫我的生命身躯中间做来改变？我有经验到福音的溃来无？有当时你会知影，真侪物质艰苦，搁伫遐条件困难，搁伫遐。阮翁哥一直继续互我受苦，什么时阵也变做为着我受苦的人啊？吼，倒转来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主帮助。好，我会当先经验伊的故事伫我的生命中间，我的病痛，互我真正受苦的人，什么时阵我会去经验主？这个病痛，敢若亲像善国喜书记主教讲的，他像小天使一样为我受苦。伊是肺腺癌，2004年的时阵，肺腺癌。这主教已经要70、80岁啊，才着迄个。但是伊愈来愈体会，上帝奇妙的疼介到底。咱最近来吟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我表的大润珠嘅挂的眼光，一个一挂人啊，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间，我心满眼地久。也给澎湃的你，我真爱讲这故事，就是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当所有望，拢总甲这袂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受大感激。所以，我所经历，望恁的理由，我真爱讲这故事。聆听我的主。我真爱讲故事，亲像那天的声，大海那想那好听，我做那好听，我真爱讲故事，生灵之
的圣经所记载，福音就来的声。我亲爱讲这故事，就记那风这故事，令我心心的故事，照亮了我。请起立，念第4。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一时，有我那要我随到天国，我行到底，到底应该所在。也是体谅这故事，救主你来无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从这故事，因我真心的故事，照亮了我。主，亲爱的主，你奇妙的听，极大的救恩，我不断的讲，不断的唱，不断的传。主啊，但是我的心犹原有遥悟最大的时刻，我也看到真多我的朋友，我的骨肉至亲，主。因需要你的福音，恳求主你帮助我，互阮的生命会当先继续经验着换新变化，更较明白主你善良、顺全、通欢喜的心意，互阮会当享受伫主你的听中间所活出来真实的幸福，通好成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主你的故事嘛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的故事，正做水的见证，互人得利益。我能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咱用感恩的心，三角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唱奉献的诗歌，献做偌济。主，我的心已无你，我主，我要困在你主甲疼痛，我亲像天，你心是地高万岁，我主，我的王。我心主心里应该，我的完全我可静静听。请起立。我
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念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2节。罗马书12章第2节，我读一摆了后，请咱煞接同齐来读2摆。罗马书12章第2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请三甲来读。罗马书12章第2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罗马书12章第2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这是咱来欢迎甲报告。今仔日敢有第一摆来到咱的中间三甲敬拜的兄弟姊妹？好，若无咱三甲来关心教会圣工。会11月初9，有一个咱顶届有人来读小先知书，所以恁来报名踮咧交台道的所在，会记得咱与金句有约，过来这礼拜实施了，约书亚了，就要进入实施期，所以我拄好有分享过这个部分，所以咱希望咱嘛会当逐工读一章的中间，三甲来参与，这是双年团契，拜六要去南雅教会所以特别双年团契11月22有一个时间活动，要9分教会，咱来当详细来看。这是双年团契时间。教育馆的行政过程，咱即摆已经来开始看就无共啊。顶礼拜有一寡同工有去楼顶来小行，知影明年咱大家会安怎行？所以咱看头前愈来愈亲像一款愈来愈水真正有影。咱若囥喺祈祷中。无论是楼顶、室内，还是讲外口，这个著作，咱看，这个是语文传道，伊甲咱讲，我叫做郑之安，伊即马转去阿公阿嬷照顾伫咧中立，这是咱顶礼拜有一个张嘉玲兄弟9月30安休，10月31号已经过别礼拜，咱特别囥喺祈祷，个另外一位刘美玲兄弟10月13安休。伫咧2天前已经举行过别礼拜，了闽南弟兄伊拢较侪伫迄边，所以咱若求主继续引带看过有几落位伫咧田的中间红龙执事同工伊胆囊手术，所以即马带伫咧顺心医院，咱嘛知影有包括芳玲姐做髋关节，踮伫咧马街边，伫咧第位啊。还有一位姊妹谢新玉，谢新玉可能有一寡人较无识，伊的妈妈就是尤福美老师谢新玉因为这3年肿瘤病变多，本来是生乳癌，尾转去小脑，还有脊髓多发性的肿瘤，伫拜五已经签安宁疗法，签了安宁疗法，所以进入这个安宁病房，所以咱也特别。为了这三甲来关心，所以除了咱周报所写的这事工以外，你有你所挂心的，你要去祈祷的中间，特别为了家己，会当伫天父上帝内面感受到咱是伊的查某囝、甲囝儿这款永远性命的安稳自在，这才会当互咱每一日的中间愈来愈换新变化。所以咱请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
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阮会当继续伫你的听中间，来得到你所互阮新的开展。外在环境的变化，但阮知影，才拢会记起，独独主你的话永远伫地。恳求你用永远的话来养饲阮、引带阮，通互阮伫你活命的话中间得到活命，用你的话来甲你讲话、甲你交谈，我要经验心是换心变化。主啊，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圣手，阮的困难艰苦，主你家己来医治，你家己来扶持，你家己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看到远方，得到开力，向前跑走。愿你的灵印拢无离开。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换心变化的主，你是继续的创造的主。所以，阮恳求你，也互阮通过教会有遮尔多忠心的萝卜，长老、执事者做会长同工的，欢喜愿意献家己伫你面前做活祭。你的确要。互阮会当日日甲你同行，在你善良、顺传、通欢喜的心意，阮就会当甲你做阵，跟在耶稣基督的脚步了，得到你所互阮奇妙的荣光甲丰盛的活命，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这个时阵排列伫你面前的祈祷，照你所应允的，你按耳孔来听。也要帮助阮，将身体的健康、心神的喜乐、工作事业顶头所得到的智慧，甲人相交陪，应该有的温柔、尊重、接纳。主啊，你亲自赏赐予阮，愿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当心来吟上言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